中医诊所那个周检专师他们自己的，所以呢，现在都没有货了，所以佛堂有先跟他订100包，如果有确诊的前嫌，可以来佛堂呢跟离乡联络。如果各位前嫌呢，如果有知道到亲有确诊的，可以回报给领人，还是组长呢了解一下，我们可以去关心一下到亲的情形。好，清关1号，感恩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典藏师慈悲，感恩领任副领任慈悲，各位典藏师、各位领任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连线、各位堂主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晚安，各位点灯各点安，晚安晚安，晚安晚安。组长晚安，领任晚安啊，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晚安。在前线晚安。黄喜柳前线晚安。